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。新竹竹东在台湾光复前后，是喺台湾生态镇其中一地。10多年来，竹北市发展了一等级，竹东镇的人口上一次无法度超过10万3人。新竹县政府本来打算替竹东起土路，为竹东带头推一个新竹山区的观光发展起来。不过土路本人质疑讲，唔系台湾客家的建筑，里面如改变设计的。名嘅也改做台湾客家传统艺术中心，按算爱5亿元来做喎。不过除了土地契约含有争议，许多在地人也提质疑讲，佢嘅新嘅干啥路正经会发展起来，上嘅到观光客下，唔会变做门内干下。来看下呢个报道。抗议竹东都市变更计划吞落主公嘅地变做国有地，5月竹东土地权益持有会成员哪能拍布条吞官人呢？为争取权益。我哋公守路徑，我哋路部嘛喺度嚟啊，嗬！我從成年都是嚟啲搞到係啊，因為要啊，所以你係為咗咁講，香港講係依啲喂，國有財產權，你係真嘅便宜呢東西啊。竹東鎮北行路屯工業建議路查路後也地3.66公頃的土地，新竹縣政府2022年向國有財產局用3.1億元提出有償費用，當時計劃15億元提亞這個去客家土路屯旅遊服務中心，裡面變更計劃改去客家創意中心。我年前夫認為土地係老主公8年前留下來嘅，只係台灣光復過後唔地愛登記土地產權，甚至到產權轉移做國有，一旦拿出日本所謂屯遷社會契約，要求還提本一等。政府要用到土地，我們大家都會配合哈，這個沒有錯。但是我們的土地你要先還給我們，因為我們從日本時代昭和19年開始，我們就有跟政府承租的要還地於民啊！土地是產權是屬於新竹縣政府的，產權是沒有爭議的，只是土地所有人意思要就是說，第一，他們認為產權是應該是他的；第二，那這個退一步來講，應該有租約關係。這一部分產權是他們，我們也歡迎他去訴訟來取得。至於有租約關係，國有產權移轉給我們的時候，只有6戶。我們中華民國來到台灣之後，土地採登記制，就宣告讓大家都要來登記他們自己聲稱的土地。可是可能在當時，這些民眾沒有得到這樣的訊息，或者是有可能也不太敢來去做這樣子的登記。現在就是要他們能夠離開這塊土地，這個是現在這塊土地上面的人沒有辦法接受的。年前府屯縣政府對土地產權雙方無共用，雙方一直無共識。暫時莫講土地契約的爭議，新竹縣政府本單按算25億元去客家土路向觀光客來亞價嘅，帶動竹東嘅觀光帶來發展。一個傳統的一個所謂的展演活動哈，所以一定會有一個美術館啊，還有一個小的演藝廳哈，大概500個座位的小型演藝廳。然後呢，還有一個最重要是要有客家的文創商品店，大概有20家。我們也讓青年人呢有機會回來這邊創業哈。唔過係咧屯台灣行業無生命情感連結嘅土路，爭議無停，青島在地人都認為唔適宜。我感覺冇必要啦。迄講過嚟去嘅土路人流吼，你唔偏印尼台灣客家嘅東西啦吼。對於一般老百姓嚟講咧，佢冇感情嘅連結啦，冇嘅記憶吼。竹東真緊需要安尼去做麼？需要講只人流麼？冇需要話，你時體以後，你航班你拄到問題，馬上來管理，馬上來管理一件事情。還有是講管理人員只有兩隻想法是講，兩隻問法係做下去加一幫人，係為因為認同麼？嗰所新竹縣政府聽民眾嘅意見，決定唔去做土路嘅形式。功能咪對一開始嘅旅遊服務中心改做客家創意中心，希望同樣做得扮演帶動觀光發展嘅角色。不過向觀光客填土，但搶其實一棟重新大型嘅建築物就作為到下。現在認為愛填來是嚇，唔係講少數人來反對嚇。當然土地嘅問題，
你国有产业局日去处理它，因为啲产业中心很主动非常重要嘅只常态工厂吼，我希望你各位乡亲冇認為係塗料，要5字咧。如果係講到年代係唔做，你喺5字為5件嘅，你係主動要非常太順序。我们变来变去的这个客家土楼哈，它到底是一开始的旅游服务中心，还是今年年初谈的传艺中心、客家传艺中心，还是现在我们又听到了又回到旅游服务中心？所以这些种种的设计，我都觉得，我们现在到底究竟有没有认真的去思考，或者是调查这样子的设计跟规划，还有建造，能够对主动带来什么样子的观光需求？新竹县是被地方文化馆当中做东镇就有戏的，做东镇真是很是有新的馆沙下。也下位苏麒麟文化馆今前是新竹县农产品展示中心，是变做潘族强人他的素材，因为冇办法长久经营，里面能转建做以文化通空间，也下爱去传艺中心，为从头摆安尼么呢？现有的馆舍哈，都是零零星星的嘛哈，当然就是小而美没有错。不过没有办法达到即刻效果。我专程要去看树麒麟文化馆，这种能量啦；专程以看干嘛个林业博物馆，那个动能也不够哈。所以我们希望呢，大的馆舍就变成一个母鸡哈，带其他小的馆舍当小鸡这样，母鸡带小鸡，文化设施只有嫌少不会嫌多。用社區養做嘅方式，而家從喺講係社區嘅願景工作坊，由下而上。本大家都參與，我主動乜係上馬東西，上去乜係建築，所以講因為呢啲東西一太建築，一硬體當中你軟體讓板起來，留去變落去，係咪健身恢復？一定要出問題呢？正宗嘅考慮過設計，也唔易今年唔做，明年就冇嘅。青島館舍應該落去睇安尼嘅考慮去嘅，爭取到嘅經費當然係先去嘅，再個講。喺冇多時間本年嘛，按台幣嘅錢冇嘅，按用嘅計算咯。故事5億元係一棟重新嘅建築物，而來展現客家人老頭擺嘅傳統文化。真實做得大統嘅多觀光客，還係本人怪少，因為無論係嘅一江一上槍。我用嚟囤一下一般百姓嘅生活文化來比呢。